根據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最新嘅數據，現時本港有超過200萬人患有不同程度嘅常見或者慢性疾病，市民嘅日常生活亦受到一定嘅影響。為此，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得到中醫藥發展基金資助，推行中醫藥防治常見疾病之推廣計劃。本計劃咧精選咗12種香港常見嘅都市疾病，並製成短片。短片兼備咗學術性跟科普性，從多個角度為市民科普，包括中醫嘅辨證論治、西醫嘅專業知識以及病人嘅真實體會，希望能夠讓中醫藥嘅知識獲得更好嘅推廣，讓市民大眾獲得更多實用性嘅資訊。我應該都係幾後期先確診㗎。我印象中係大約係2022年嘅年中啦，嗰陣時候先至確診嘅。當其時其實都唔係好知道自己確診嘅，初頭係有啲覺得自己唔舒服啦，有發燒有咳咁樣，咁跟住即係開始覺得好似越嚟越嚴重喎，咁就開始即係有檢測棒，咁就做一個測試，就發現真係有2條線出現咗。咁當其時咧就係辛苦嘅，但係比起聽起之前朋友講嘅，即係嗰啲會好辛苦，好似俾玻璃割喉嚨啊，嗰啲已經係相對個病徵已經係輕咗好多嘅。我就都要報上政府啦，咁政府就有啲即係嗰啲 package 咁樣，就有晒嗰啲少少嘅成藥喺裏邊啦。咁我就唯一有食嘅一隻成藥就應該係退燒藥咯，即係消炎藥咁樣，一路都係咁樣嘅途徑去 recover 咯，冇特別話買啲咩其他嘅藥去食嘅。我諗首先咧就係翻個新冠病毒感染嗰個本身啦，咁我哋當然有疫苗啦，同埋有一啲嘅抗病毒嘅藥物可以幫助到啦。有少少好轉嘅，啲燒會退咗啲啦。可能即係喺藥性有效嘅時間裏邊咧，啲肌肉酸痛會冇咁辛苦。但我覺得都唔係因為啲成藥令到我好翻咯，即係只係自己身體嘅免疫力慢慢提升翻，而令到身體好翻咁樣咯。都有斷斷續續咁樣去睇中醫，嘗試去調理翻一下身體嘅。食住中藥嘅過程裏邊係感覺係好咗好多嘅，咳嗽係覺得會舒服咗啦。咁一路就即係我覺得係要長期啲咁樣去 keep 住做嘅話，就會個效果會更加好咯。咁啊，一般我哋嘅 patient 啦嚟到啦，咁我哋都會跟翻中醫嘅傳統嘅一啲嘅診症方法啦。咁啊，首先睇下佢面色啦，咁亦都會睇下佢嘅咳聲啊，或者咧係講嘢嘅聲啊有冇變化，跟住把脈啦、脈象啦，好緊要啦。同埋睇個舌象有冇改變啦，好多嘅患者啦，咁其實佢食完西藥或者咧過咗一排，譬如1個月到2個月好咗啦，但係咧好多時候咧遺留落嚟咧，當然啦，一般有咳啊痰啦，但係咧亦都有一啲人咧味覺會改變啦，聲沙啦，都有啲感受嘅，即係都會覺得氣管啊、咳啊會容易敏感咗嘅。會好容易因為可能天氣嘅轉變啊，可能純粹係因為氣溫上高嘅轉變啊，可能有多少少風啊，就好容易會咳啦。成日好似覺得唔係好夠氣咁樣咯。可能有陣時行少少斜坡啊咁樣，都會覺得有氣喘咁樣嘅跡象出現咯。長新冠嘅全名咧就係新冠肺炎長期綜合後遺症。咁其實係講緊咧，即係當有個病人喺呢個新冠感染之後發病完啦，即係佢嗰個急性期過咗之後咧，咁佢會可能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咧，就保留咗一啲症狀㗎。咁啊常見啊包括咗係感覺疲勞啦，或者頭痛啦。咁另外有一啲呼吸系統嘅症狀，例如係氣喘啊、咳嗽啊，或者心口唔舒服。咁甚至乎有啲人係會有記憶力出現問題啊，或者一啲認知嘅障礙添嘅。咁而呢啲咁嘅症狀咧，就冇其他嘅原因我哋可以揾到。長新冠嘅一啲後遺症，譬如話有咳啊、攰啊、口嗰啲味覺改變啊等等呢啲咧，其實咧如果唔去處理佢嘅話咧，
有啲人咧真係可以半年咧都仍然遺留啊。根據翻世界衛生組織嘅一啲數據啦，咁如果係喺嗰個新冠肺炎急性期之後嘅3個月裏邊，持續有2個月係會出現呢啲咁嘅症狀咧，咁大概都有1至2成嘅病人係會出現嘅。我哋都會有啲本地嘅數據咧，就係喺新冠肺炎呢個急性期之後嘅1個月內咧，係可以高達有7成嘅病人咧係會出現呢啲長新冠嘅症狀，咁所以佢都係一個而家比較常見嘅一個病。我試過睇一個80幾歲老人家，佢嘅即係佢個人都係昏昏沉沉啊，記性唔好啊，即係持續咗半年。我哋中醫嘅角色啦，可以通過一啲中藥啊、針灸啊、理療咧，真係可以講係1-2個月內咧都慢慢康復翻，或者提升翻佢嘅一啲記性啊，或者一啲個反應速度啊，咁都有好好嘅效果咯。至於長新冠咧，因為佢都係一個比較新嘅病，咁我哋暫時咧都未完全明白佢嗰個原理係點樣啦。咁初步懷疑可能係同一啲新冠肺炎嗰個病毒咧，就影響咗我哋嗰個免疫系統，即係混亂咗，會有關嘅。咁如果而家嘅治療方法咧，通常都係針對翻嗰個症狀去做一個舒緩嘅，或者用一啲藥物去控制嗰個病徵嘅。我哋中醫咧，其實對於新冠嘅認識咧，係一種逆例之邪啦。咁逆例之邪咧，佢係一個傳染性好高啦，咁又地域性啦。咁甚至咧，佢可以咧係即係我哋中醫有從三焦辨證咧，佢可以入營分啊、血分，係可以好重嘅呢個病，一啲好重嘅症狀都會出現嘅。我覺得係新冠後市民對於中醫藥個認可度啊，或者認受性高咗嘅，因為新冠肺炎之後咧，我哋通過要補翻個肺功能，都有斷續續咁樣去睇中醫，嘗試去調理翻一下身體嘅。一路食住中藥嘅過程裏邊，係感覺係好咗好多嘅，咳嗽係覺得會舒服咗啦。咁一路就即係我覺得係要長期啲咁樣去 keep 住做嘅話，就會個效果會更加好咯。我自己喺經過呢3年嘅肺炎嘅一個抗爭啦，我自己總結咗一啲嘅經驗，就係咧有啲病人咧喺未有陽性，即係佢仲陰性嘅時候，但係屋企人咧陽性，佢會求診。有啲人咧啱啱2條線啦，即係啱啱陽性嘅時候咧嚟求診。有啲人咧就病得好重啦，求診。呢3類病人裏面咧，我覺得最理想，即係中醫嘅角色最理想咧係第一種。我哋中醫幫佢調理好身體，我就開咗啲藥俾佢。咁食咗之後咧，就算佢可能過咗幾日，咦變咗陽性喎，但係佢係一啲症狀都冇喎，而且咧即係過幾日就好快就好。其實如果講翻係長新冠嘅預防咧，我諗都係從翻佢最原本嗰個新冠病毒嗰度入手啦。除咗我哋要接種疫苗之外咧，咁平時都係要注重翻個人嘅健康啊、個人衛生啊咁樣咯。依家會有意識多咗去戴口罩啦，即係無論係自己可能未必係因為即係有傳染病嘅，但係可能自己純粹係因為氣管敏感會咳嘅，都驚人哋會識怕啦喺身邊嗰啲，尤其是可能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，同埋都會多咗留意身邊嘅可能朋友啊身體狀況係點樣，咁就容易啲去感受到而家嘅即係市況係點樣啊，可能喺街上高嘅病情係點樣啊？